今年的全国基本竞赛第昨结束啊！今年呢有新增加一个比赛项目，就是本土语言的读者剧场。港帮的学生囡仔爱合作，伫报机对话情景内面读剧本。透过这款的方式，希望学生囡仔会当把报机变作是生活语言，毋是为着比赛才来学的语言。bingo，这声随着奖，哎哟，着啥物奖啊？着你的白读啦！手提剧本用台语演出学校内底的故事，声情到发音正，因是台北市南港国小6年的学生。想要互伊伫个学校最后一年会当去外口看看的，看别人啊，甲别学校去做交流。用台语交流，老师讲的交流机会是全国基本竞赛今年新办的本土语言读者剧场比赛。这个港班的学生经过各外国的练习，随时得到全国特优。就做欢喜的，佮嘛做感动的，就是咱遐尼过来伫练习，安尼就第一名，安尼做欢喜的。阿公阿嬷是阿爸母拢会讲啊，因为因是南部的人，所以就是平常时国语甲台语拢定定讲。读者剧场强调用对话的方法，互学生伫日常情景内底讲本土语言，嘛透过评审提问，互囡仔毋是干那会晓背稿，佫着会晓使用语言。透过咱讲囡仔即个演戏对话的过程，因可能会感觉讲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吼啊。可能希望讲，因为透过安尼比赛，有愈来愈侪囡仔会当来参与。本身嘛是台北市本土语教育辅导团调集人的张家芬表示，这个比赛限定港班报名参加，可能嘛会当带动伫班上讲本土语言的气氛。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